光发闪过，划到了嘴边又吞回心里头。怕说出来太普通，怕别人觉得这有什么好说。后来我开始练习写下来那一点点不一样的看法，脑海里的小火花是我走过的风景，凝结的结晶。我不小看自己的观点，它会在内心慢慢发光。也许现在还很微弱，像黑夜里一颗小小心点，可当我愿意好好看见，相信这是灵魂真实的语言，有一天它会照亮属于我的那条路。